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7月28，咱做伙读《传道书》第1章到第6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1章，伫耶路撒冷做王，大必的囝，传道者的话。我传道者讲，功夫的功夫，功夫的功夫，一切拢是功夫。人一切的劳苦拍拼，就是伫日光下面的劳碌有甚物利益？一代过了，搁一代，毋久对照常存在。日出日落，紧紧倒转去出来的所在。风往南吹，搁倒转往北，无停顿息，搁势转去原来的所在。江河拢流入海，毋久海嘛未满。江河流到倒位，搁流转去原来的所在。这代志，互人生各位讲嘛讲袂了，看嘛看袂饱，听嘛听袂完。以前已经有诶，将来会阁有；以前已经做诶，将来会阁做。日光诶下面无新诶代志，敢有啥物事人会当讲？你看，这是真新诶。伫咱以前诶世代，早就有啦。已经过去诶世代，无人会记得；将来诶世代，后来诶人嘛袂记得。我传道者，捌伫耶路撒冷做以色列王。我专心用智慧研究查考天诶所发生一切代志，就知这是上帝所互人无意义诶劳苦。我观察日光诶下面所发生一切诶代志，看出一切拢是功夫，拢是掠风。弯巧诶袂当互伊得，欠缺诶补袂满。我想讲，我有大智慧，比前到今所有伫咧耶路撒冷诶人较有智慧。我嘛有吸收真侪智慧甲见识。我专心伫明白智慧，爱明白天空甲牛戆，就知这嘛是掠风。因为人愈有智慧，愈有烦恼；愈有知识，愈有忧伤。第2章，我对家己讲，来追求享乐，看有啥物好处。结果这嘛是功夫。我讲，耍笑是天空，享乐嘛是空空。我想要用酒，互身躯爽快，过牛戆的生活。毋过，我的心要求爱互智慧印刷，通知人短短一生，什么是上好的生活。我为着家己兴起大工程，去真侪厝栽种葡萄，修造花园甲果子园，伫迄内面栽种逐种果子树，搁开水池，灌入树林内的树仔栽。我有买男女罗列，嘛有出时伫我家内的，搁有真侪牛群、羊群，比我以前伫耶路撒冷遐的人所有的较侪。我嘛为家己积聚金银，收集列王甲特省的财宝，搁得到唱歌的男女真侪光辉，以及世间人所喜爱的享受。安尼，我就比以前所有伫耶路撒冷的人搁较兴旺，搁智慧嘛无离开我。我的目睭所爱的，我无甲伊阻挡；我的心所欢喜的，我无甲伊禁止。因为我的心对我所拍拼的感觉满足，这是我拍拼得到的报赏。毋过，我看我的手所做的一切，以及我劳碌所达成的，拢是功夫，拢是掠风。日光的下面拢无利益。我活转来观察
智慧、天空甲牛王。王的继承人兼会当搁做甚物？不过做以前的王所做的拿定。我看出智慧比牛王较好，亲像光明比黑暗较好。智慧人看清楚头前的路，牛王的人伫黑暗中茫无路。毋过我嘛知因的结局拢相款。我心内想，戆人拄着的，我嘛会拄着。安尼，我有智慧有甚物利益？我心内讲，这嘛是空虚。智慧的人甲牛王的人，平平拢袂永远互人纪念，因为到尾拢会互人袂记得。唉，牛王的人死，智慧的人嘛会死，所以我愿切性命，因为日光的下面所发生的代志，拢互我忧苦，这拢是空虚，拢是掠风。我厌恶一切的落落，因为我伫日光的下面落落所达成的，拢着留互我的继承人。迄个人是智慧，还是牛王，啥人知？我伫日光的下面用智慧拍拼所做的，拢会互伊掌管，这嘛是空虚。安尼，对前到呾伫日光下面的劳苦拍拼，我感觉真失望。有人用智慧、用知识、用本事拍拼得到的，煞着留互毋捌为着遐个财产拍拼的人做产业，这嘛是空虚，是大不幸。人伫日光的下面拍拼操烦，有得到甚物？伊一生的年纪操烦、落落工作，连眠时心拢无安宁，这嘛是空虚。人上好是来食来啉，享受因拍拼得到的成果。我看这嘛是上帝的安排。若毋是对上帝，啥人会当啉食享乐？上帝将智慧、知识、快乐赐予伊所欢喜的人。毋过有侪个人，上帝互因劳苦，将因收拾接住的，归互伊所欢喜的人，这嘛是空虚，嘛是掠风。第三章，天的万项事拢有伊的期，事事拢有伊的时。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靠所栽种的有时，杀有时，医好有时，拆毁有时，起造有时，哭有时，笑有时，哀伤有时，跳舞有时，东房有时，分房有时，清洁有时，冷淡有时，憔悴有时，失落有时，保存有时，放杀有时，拆有时，补有时，静静有时，讲话有时，疼有时，怨有时，战争有时，和平有时。做工的人对伊所落落拍拼的有得到甚物？我有看见上帝互世间人背重担，互因袂当轻盈。上帝互伊所做的一切下因的时，拢真好。佮将永远这个观念下伫人的心。毋过，上帝对头到尾所做的人袂当了解。我知人活地上好是快乐，佮做好事。人嘛食嘛啉，享受伊拍拼得到的，伫一切所落落的来享福，这嘛是上帝所赐。我知上帝所做的一切拢会留到永远，袂加添，袂减少。上帝安尼做，是要互人伫伊的面前心存敬畏。现在有的，以前已经有，将来要有的，早已经有。过去的代志，上帝会阁互伊发生。我阁看到日光的下面，
伫审判的所在有效，伫公义的所在嘛有效。我心来讲，上帝要偏偏审判义人甲歹人，因为逐项代志、逐项行为拢有伊一定的时。我心来讲，关系世间人，上帝要试验因，互因知因不过甲精神共款，因为世间人的命运甲精神的命运拢相款。这个死，迄个嘛死，拢相款，只有一口气。人无比精神较好，这拢是空虚。因拢去到共一个所在，拢对土粉出，嘛拢归土粉。啥人知人的性命上顶面，兽的性命落第下。所以人上好是会当享受家己所拍拼的成果，因为这是伊的报赏。死后的代志，啥人会当互伊看到？第四章，我阁看到第二天的下面所发生一切压迫的代志。受压迫的人流目屎，无人甲因安慰，因为压迫因的有势力。受压迫的无人甲因安慰，因为安尼，我甲遐已经死去的人恭喜，因比还活着的人较幸福。搁遐还未出世，未看见日光下面所发生歹的代志的，我看因比这两款人还较好。我阁看到人一切的劳苦甲逐款工作的成就，是因为人甲人中间的怨妒竞争造成的。这嘛是功夫，嘛是掠风。愚公的人手揽兴，毋做代志，枵甲枵死。一手满满，毋久安然自在，比双手满满着落落搁掠风较好。我阁看到第二天下面有功夫的代志，有人孤单无伴，无囝嘛无兄弟，还久落落无煞，无看所有的财富做交易。伊讲，我落落刻苦，无享福，到底是为啥人？这嘛是功夫，是无意义的工作。两个人比一个较好，因为两个合作会得到较好的效果。若一个跋倒，也有一个会当甲伊扶起来。若家己一个跋倒的时，无人通甲伊扶起来，这个人就真不幸。两个人做伙困，较烧热，家己一个哪会烧？受攻击的时，干焦一个人拍袂赢。若有两个就会当抵抗。三个的说，无较好擦断。善者有智慧少年人，比年老毋肯受忠告愚公的王较好。有人对家乐出来，后来做王；有人出世伫王宫，后来变做善者。我看第二天的下面，伫生活的人民，拢军队刷接做王的少年人。伊有领导真侪人民，毋过后来的人对伊无介意。这嘛是功夫，嘛是掠风。第五章，你若去上帝的殿，骹步就谨慎，真正来听比戆人献祭较好，因为因简单会晓做歹。伫上帝面前，你毋通随便讲话，嘛毋通急要讲，因为上帝伫天，你伫地，所以你的话就少。代志做，搞迷茫，搞话会显出愚戆。你对上帝下愿，就紧下愿，因为伊无爱愚戆的人。你下的愿就下，下愿无下，宁可无下。毋通因为你的话抵到家己犯罪，嘛毋通伫上帝的使者面前讲所下的愿毋对。是安怎要互上帝因为你的话生气，破坏你的所做？
迷茫多，话就多，无意义的事嘛多，只有着敬畏上帝。你若看到善食人受官员压迫，也是正直公义受剥夺，毋免因为安尼感觉奇怪，因为官员拢有较悬的官在甲因保护。土地有好的收成，百姓才好过日。总是得到上大利益的是君王，爱钱的袂因为钱知足，爱好野的袂因为所赚的知足，这嘛是功夫。财富加天，靠伊食的人嘛加天，安尼伊有得到什么利益？不过是看会到哪定。劳工无论食多食少，拢好困。好野人食甲饱饱嘛困袂去。我看见日光的下面有一项大不幸，就是财主钱收条条，煞害着家己。伊因为事业无顺，钱财无去，有囝嘛无啥物通留互伊。伊脱体出母胎，嘛会脱体倒去。伊落落得到的一项嘛袂当大去。伊来的时安怎，去的时嘛是安尼，这嘛是一项大不幸。伊落落掠风有啥物利益？毋若安尼，伊一世人伫黑暗中在生活，有真侪烦恼，嘛有病痛甲生气。照我看，上好的人生就是人伫上帝所赐有限的日临者，享受日光下面落落所得到的成果，因为这是伊应得的份业。上帝若互人有财富、产业，通快乐享受伊落落得到的份业，这是上帝的恩赐。伊毋免为着一生的日操烦，因为上帝互伊的心充满欢喜。第六章，我看见日光的下面有一项不幸，重重缀伫人的身上。有人得到上帝赐予钱财、好业、尊贵，伊的心所爱的无欠半项。毋过上帝互伊袂当享受，反倒互外人享受，这嘛是空虚，是大悲哀。人若有100个囝，搁食长岁寿，虽然活真侪岁，毋过无享福，无满足，搁无得到安葬。我讲，流产的胎嘛比伊较好。这个体来是空虚，随时进入黑暗。伊的命受黑暗较捌消失，伊毋捌看到日光，嘛无知觉。要求比迄个老人得到较好的安息。迄个人虽然活到1000年，搁1000年，毋过无享福。因两款人兼毋是拢着去共一个所在。人的落落拢是为着巴肚，毋过是欲永袂满足。智慧人比愚戆的人兼有较敖，善食人知安怎做人兼有路用。目睭看到的比心想的较好，这嘛是空虚，嘛是掠风。已经有的早着号名，人是啥物嘛早着知，无人会当甲比伊较强的对抗。话多，空虚就愈多，对人有啥物利益？人一生辅导光阴亲像影过去，啥人会知人活着的时啥物上好？啥人会当甲伊讲，伊死后伫日光的下面会发生啥物代志？咱今仔日圣灵节伫传道书第1章到第6章。